少宇，别紧张，妈在外面等着你啊。少宇，加油啊，挺住，我们都在外面等你。依恋，快过来，跟爸爸说，爸爸你要加油，要坚强，我们都在外面等你。快说，依恋，快说啊，叫爸爸，说爸爸加油，说呀。好吧，我们进去吧。兄弟，加油！喂，你好。天乐啊，刚才电视台给我来了电话，想明天约你做一个专访，到时候会在电视上进行直播，这对我们公司来说是一次非常好的宣传啊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挺好的，帮我答复他们，我一定好好准备。拜拜。林先生，这是给您准备的问题，您看一下。哦，我就在楼上，有什么事你叫他们叫我就可以。谢谢。好，没事。好，灯好。依念，你今天真美。还有1个小时，我们就正式结婚了，很开心吗？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，大家好，我们这次请来的嘉宾是林氏企业的负责人林天乐先生。他近日代表中国公司在澳大利亚标志性的建筑亚宁项目的竞标之中，一举击败了其他47个国家的竞争对手，顺利中标。那为中国的公司赢得了巨大的荣誉。我们今天就请他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成功的感言。你好，林先生。那我知道您的父亲啊，最近身体状况不太好，不知道现在他的情况怎么样了？茂华，他现在还没有醒，你快点醒过来吧。病情很稳定。一醒过来之后，看看天乐。醒来健健康康的。天乐现在那我们在此也衷心的祝福您的父亲。我听说您之前啊经营了一家自行车店，那后来怎么会想着回林氏公司呢？啊，那不是因为我爸病了吗？所以没人管公司了，必须得回去，不回去的话公司就垮掉了。至于自行车店，当时是为了好玩，自由，没人管，当然了，也没有什么责任可言。后来直到我爸爸生病了，我才知道家庭的责任有多么的重要。其实你不知道，我最近一段时间经历了很多的事情，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来给你形容。这些事情都是我自己没有办法靠自身能力来掌控的。除了我爸爸病倒之外，我还有一个好兄弟，他脑子里长了瘤，做了一次手术，差点把命送掉。所以在这儿呢，我也想祝他早日康复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其实你不知道，我送他进手术台的那一天的时候，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他最想要的东西是什么。他的女儿才这么高，我从他女儿身上读到了一种坚持，一种勇气，甚至是一种责任。
所以我想说，想天了不？问我为什么会回到想。林氏公司去？看看他是不是又笑了？源于这份责任吧。是。天乐帅哥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？再过一段时间。这次的创意源于一个女孩。一个女孩啊？对，她是一个钻石设计师。我曾经答应她，带她去看地球上最美的星空，但是我想，这个愿望可能实现不了。为什么呢？没有为什么。好吧，那你能不能再给我们具体的说一下这个女孩呢？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吧。她没什么特别的，很普通，爱笑，单纯，但是她很伟大。其实我想说，我一直欠她一个道歉。我也知道，其实对不起这3个字对于她来说，根本没有办法替代她现在所承受的一切。但是我想真心的跟她说一声对不起，我也希望她能够原谅我。如果时间可以倒流的话，能让我回到过去，我现在愿意拿我身上所有的东西去交换这件事情。我想回到那个跟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想告诉她，我不会再离开你，我爱你。天空很蓝，世界好大，爱是否会悄悄消散？你是否感受到我为爱发狂？坚持多久才能靠岸？保持沉默，试着洒脱，是我唯一对自己的把握。像一只发了疯扑火的飞蛾，坚持着信仰的执着，为你快乐，宁愿束缚自我。也许这样不是彼此想要的结果，为你快乐，宁愿束缚自我。也许我给不起约定好的承诺，至少我还能祝福你快乐。沉默，试着洒脱，是我唯一对自己的把握。像一只发了疯扑火的飞蛾，坚持着信仰的执着。
呢就是粉红色的 Hello Kitty， 我呢就是蓝色的哆啦 A 梦。今天穿上这身衣服，我就是你的人了。我喜欢你。也许我给不起约定好的承诺，至少我还能祝福你快乐。把那个2号图纸给我送进来。丹尼，你最近状态不错呀，咱们公司一半的合同都是由你设计完成的。哎，老总说到时候升你为设计总监呢。今天大家一块晚上出去吃个饭，然后喝点酒，然后要不要去啊？我就不去了吧，我想多休息一下。你们去好好玩。啊，是不是又有约会了呀？真的是，唉，累了，想多休息一下。啊，行，那你先忙吧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呀？不是我一个人的，你看。不许你再流浪，我能给你宽阔的肩膀，墨镜也别戴上，看看我给你的晴朗。也许明天的路很长，未知的旅程有迷茫，
怎么都来了呀？让每一刻都停止。不许你再流浪，我能给你宽阔的肩膀。上，看看我给你的晴朗。也许明天的路很长，愿意嫁给哆啦 A 梦吗？至少还有我俩牵着手结着伴。谁呀你？我就是送戒指的。谁让你送的？我让他送的。你谁啊你？我也是送戒指的。把手给我呗，别不好意思了。嫁给我呗。假的，我不要。真的好吗？每颗都是真的，嫁给我呗。我不要。嫁给他，嫁给他，这个。你看，群众的强烈要求也不好反对啊。哎，站好！哎，1、2、3。喂，我请你们调的店里面的那件限量款的衣服，你们调来了吗？不好意思，梅小姐，那件衣服已经被一位客人订走了。你开什么玩笑呀？我大老远飞回来就为了给我妈妈一个惊喜，给她过生日。现在没礼物，我怎么回家？不好意思，梅小姐，那位客人马上就会过来取这件衣服，要不您过来和他商量一下吧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让他别走，我马上就到。还不肯让？我们已经打过电话了，但还是不行。
就是这个先生，要不你和他商量一下吧。你好，就是你啊？哎，咱俩是不是在什么地方见过呀？好老套的搭讪方式啊！行吧，那你说什么事儿？我希望你能把衣服让给我。哼，不好意思啊，在这个店里呢，我就看中这么一件衣服。多少钱你能让？哎呦，这真不是钱的事儿。行，那哥哥，我算是求求你，这件衣服我是要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做生日礼物的，请你让给我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呦，妹妹，这件衣服吧，我也是送给我最亲爱的奶奶的，我也谢谢你啊。你奶奶需要这么年轻的衣服吗？哎呦，你妈妈至于穿得这么成熟吗？先生，您的衣服。好，谢谢。拿出这个门就算抢劫。我付钱。不好意思啊，这钱呢我已经付过了。你以为我梅大小姐这么容易放弃啊？拿不着衣服，我怎么回家见爸妈呀？哟，谢谢。你看车呀？找人。找谁呀？林天乐。天乐，你找他干嘛呀？给我弄杯水吧。成。您喝什么呀？茶还是果汁？白水就行了。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什么叫又呀？我今天第一次来。是，你说来干嘛吧？我需要你把这件衣服还是让给我。那衣服真的特别适合我妈，你就当帮一忙行不行？好，不说话，我当你同意了。我就说嘛，一个男孩跟女人抢什么抢呀？哎，说好了啊，我没跟你抢，是你跟我抢好了，而且抢的毫无理由。怎么没有理由？我妈生日，我送她一份礼物，我尽尽孝心不对吗？我也尽孝心行吗？我奶奶也过生日可以吗？再说了，我奶奶怎么算也是长辈吧？买衣服多难啊，好不容易看上件衣服。你妈那么年轻，挑拣的余地应该比较大吧？行了，别纠结了啊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欢迎随时光临啊！干什么呢你？你记我电话干嘛呀？手机呢？拿出来一下。干什么呀？微信扫一个。我跟你很熟吗？扫什么微信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在你不把衣服让给我之前，我天天晚上会打你电话，天天骚扰你，等着。嘿，什么意思啊？太没同情心了！谁没同情心啊？没同情心？你跟着神经病干什么呀？哎，谁让你把这给他的啊？他跟我要啊！跟你要你就给他呀？大家好，听众好。你好，谭总。谭总，辉煌公司的李总邀请您后天共进晚餐。去掉。这个是建筑清单，需要您签字。一会儿给我拿过来。这个财务报表。BOSS 财务给王总增加120万的历史补贴。好的。进。谭总，这个是新的设计图，修改一下，开门的方向朝西南，窗户的间距再窄一点。4点半之前给我回来开会。4点半。谭总，时间有点紧吧？是啊，有你说话这个功夫，已经去做事了。
可是你知道我手上人手很缺，而且好几个同事因为……所以你完成不了是吧？完成不了是能力问题。你能力不济的话，为什么坐现在的位置？为什么拿现在的月薪啊？还有事情吗？没了，谭总。做事去。知道了，谭总。喂，赵律师。谭总，明园27栋已经过户到您名下了，您可以随时入住。好的，谢谢你。有需要的话，我再联系你。再见。这干嘛呀，兄弟？什么情况？干嘛都搬出来呀？爸，呢？我妈呢？哎，你们，推我！我告诉你们，光天化日之下，你们强抢民宅，你们犯法了！我告诉你们，土匪、流氓！我已经报警了，你们谁都不要走，一会儿警察就来。你们这些人哈，想怎么样？来我家干什么呀？你们！土匪头子是吧？行，别走啊，警察一会儿就来。该报警的人是我，你想怎么样，我奉陪。你谁呀你？你是梅文龙的女儿美兰妮是吧？对，你是谁？卖了？怎么可能呢？卖了。梅小姐，你父亲的别墅因为巨额债务，已经抵押给了谭先生，现在这里确实已经是他的财产了。不可能！我爸卖房子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不相信的话，可以打电话给你父亲。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mobile you dial is. 一定是关机了，不用打了。您拨叫的用户。我爸他还有没有告诉你别的联系方式？没有。那他们说什么时候再回来没有？也许说过了，但我忘了。我不关心这个。我关心的是，现在这是我的地方，我想休息。你什么时候可以离开？去哪儿啊？去哪儿啊？我没有地方去啊。这跟我没关系。给你半小时收拾东西，请吧。梅小姐，请吧。
房子暂时给你住，我一定会抢回来的。哎，天乐，到了是吧？明月27号，问问就行。啊，等你。哎，你好，问一下那27栋楼怎么走啊？哎呦，嘿，这是谁呀？这是？手机给我。干嘛呀？快点。我电话找不着了。嗨。哎，我问你，你上这儿干嘛来了啊？你去27栋干嘛呀？我哥们儿住这儿啊。你认识那姓谭的？我们俩10几年朋友了，怎么着你？趁人之危，一丘之貉。哎，不是你这怎么说话呢？我刚刚借完你手机，不是你干嘛去啊？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？手机忘了。不是，他是你。哎，别误会啊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纯属路人甲乙。涉属一窝。怎么回事？这肯定是你得罪人家了呗。行了，别站着了，进去聊。走。没见过逼了啊！伸脖子看看这。你不叫我来看看吗？我不得好好看看。喝点什么？咖啡啊？别咖啡了，水吧。怎么着啊？这大妹了，收的谁家大公司啊？刚才那女孩啊？是啊，不行吗？我还想收你呢，让不让啊？行啊，你法海随便收。我最近接一烂摊子，一堆事儿。你传什么呢？哎，我最近收了一那个德国进口那头盔，配我那山地车绝配，回头率100%。这么牛啊？当然了，改天比比吗？行啊，哎，别改天了，咱就今天呗。您大忙人，逮您时间多难得呀！这有没有眼力劲儿？乱七八糟的没收拾呢。说改天咱就改天呗。行，您忙，反正要说约你比个赛吧，还得排队约你时间。带我参观一下呗？看看吧。走。还伸脖子看。看看。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10页。接。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后再拨。哎，我刚才跟你说的事儿，你琢磨琢磨啊，叫上爱宝跟磊磊，咱好好聚一聚。再说了。这爱宝都是要结婚的人了，我这每天公司一堆事儿，头都大。再说，行，那你先忙着啊，算欠我们一次啊。慢点骑啊。哎，你怎么还跟那戳着呢？没地儿去，没地儿去，你回家呀？刚那儿就是我家。我爸破产了。哎，那你也不能跟这儿戳着呀。
你要不打个电话给朋友？这大晚上的。都不接。行，看明白了，您这人缘跟智商差不多。你在这看什么看呀？你赶紧走呀你，烦人！不走了啊？走。我真走了。喂，你好。喂。这么近打什么电话呀？吼一嗓子不完了吗？那个，要不我住你家吧？住我家？啊。你回你自己家住去吧。我傻呀！我要是能回家住，我待这儿干嘛呀？你来回瞎骑什么骑呀你？你才有病呢！喂，给你5分钟，马上回来。谢谢啊。哎，明早9点没问题吧？什么呀？明早9点从这儿搬出去没问题吧？那个，我能不能先？不能。哎，楼上的床品我已经换成我自己的了，你呢？喂，喂，爸，兰妮，兰妮，是你吗？你在哪儿啊？说话呀！爸爸你在哪儿啊？妈妈跟你在一块儿吗？你们到底怎么样了？怎么会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啊？我给你们打电话，你们手机一直都关机，还有就是银行卡、信用卡全部都停用了，家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被一个混蛋给占住了，这都是些什么情况呀？兰妮，你别急呀，你听我说，你放心，我跟你妈都没事儿，你看到的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啊。那就好，我们没事儿啊。爸爸妈妈你们没事就好。你在哪儿啊？我都好，我能照顾好自己。我现在在一个朋友家，吃得好，
住的也挺好的，你们不用担心我。你们一定要多小心，多注意啊！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知道吗？我有空再联系你啊。喂，爸爸。爸爸妈妈，我爱你们。这人怎么还真来呀？你呀，那衣服我是肯定不会让给你了啊。你呢，也就别再骚扰我了。你怕了呀？我怕什么呀？大不了我关机呗。其实，我就是想谢谢你。这件衣服我是要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做生日礼物的。我爸破产了，我没地儿去。我需要你把这件衣服还是让给我，那衣服真的特别适合我妈，你就当帮一忙行不行？儿子，你干嘛？一大清早的，你耍流氓啊你！你出去！我扔东西了，哎你出去！别怕你出去啊！我叫人了你这个变态！热水器怎么用？谭先生，吃点早餐吧。我还想跟您商量个事儿。我现在没钱没地方去，能不能先住在你家？等我找到工作后再搬出去。不过作为交换条件，我们可以签一个劳工协议，以后你的一日三餐我都可以做给你吃，保证科学健康又美味。科学健康又美味。是你做的？这是我见过的最难看的煎蛋，以后早餐做成这样，别拿出来丢人现眼。
喂，你好，请问一下你们那儿租金是怎么支付法？啊，押1付3啊？那我能不能先住进去，月底的时候再付房租？我没开玩笑呀，喂，开什么玩笑？就你们家有啊？喂，有时间吗？哎呀，请我吃顿饭不用来这么高级的地方吧？太客气了啊！服务员，上他那份。哎，你别说，这环境不错呀，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呀？这附近像这样环境好的餐厅有很多。早知道你这么有诚意，咱就约晚饭了呀！啊，这地儿晚上应该挺有情调的。没错，这地儿晚上的确不错。先吃。其实吧，我吃的很简单，而且你又帮了我，你真的不用这么破费。这饭怎么着也得700-800，下次别这么浪费了啊！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怎么了？我马上回店里。我好心提醒你一声，你说你就一卖自行车的，也没挣多少钱，真不要这么浪费，太客气了。哎，我觉得你吧，可能理解错了。昨天呢，是我帮了你，今天这顿饭呢，是你请我答谢我。嗨，咱能改天？你不是说你今天有时间吗？啊，行了行了，我呢吃好了，有事儿先走，你慢慢吃。哦，对了，谢谢你的午餐啊。这个混蛋，你是不是男人呢你？服务员，你好，小姐，有什么需要吗？你们家能赊账吗？其实 OK， 这些东西能要的拿走吧。没关系，小姐，其实刚才那位先生已经结过账了。对呀，哦，对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好的，有事你再叫我。OK。喂，有意思吗你？我告诉你，我跟你没完。小姐，这是刚才那位先生给您的东西。
车能不能再便宜点？我说哥，这车呀已经是最便宜了，再要便宜的话，我这店就关门了。这车我回去吧，我还得换个东西，你要换个座子了，换个闸什么的，我这都是要自己花钱，是不是？这么着，你先试，试好了真想要，咱好商量，行不行？哎，行，我先试试。好嘞。哟，来了。车不错呀，怎么着？来一辆给你当价。哼，你老板我老板。人都说了啊，给你来一辆，怎么着？不想要啊？还是不想告别单身呀？啊？喝点。大白天就喝啊？哎，你是不是那婚前恐惧症啊？我告诉你，别紧张，你第一次都这样，过这一阵就好了。瞎说什么呢你？结果是怎么着？真他妈有研究，看小说看的。照顾点啊。怎么样？来，凑合这个吧啊！干嘛呀？扫我们打眼的，出什么事了？我这婚有问题了。啊？这婚有问题了？不是相亲看上一个吗？俩人都对上眼了，这不是？对什么眼啊？我那就是没看上更合适的。不是，那你什么意思啊？那这怎么就有问题了？他们家嫌彩礼少。这事儿不都谈妥了吗？又变了，说人是研究生，培养这么多年不容易，所以又加价。加多少啊？20万。这20万要不加，这婚就不结了是吗？我看他们家像这意思。这么着，你要想结呀，也看人家了，哥们帮想办法，大不了找我们家太上皇要去。别呀，我结婚找你们家拿钱，我成什么人了？再说了，说加价就加价，无底洞啊！大不了这婚我不结了。你看，这事儿啊，你得想好了啊。还有，你妈那边怎么办呀？妈，你别生气了，这事都怪我，谁让我没本事？哎，爸，要不这样，咱把这套房子卖了。啊？卖了房子，20万给薛晶晶家，剩下的你们俩买个小房子结婚呐。那不行。房子卖了，你住哪儿去？这是件大事儿，你一结了婚，我就放心了。不行，我一个人住哪儿不行啊？实在不行，我到郊区去租个小房子。郊区那能住吗？那我这一辈子不结婚，我也不能让你遭这个罪。去了郊区，你看个病都麻烦。你胡说，你就咒我吧。我告诉你，你一天不结婚，我一天心不塌。我天天给你生病，你信不信？别生气啊！我再给你倒杯水。回来啦？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我没有地方去啊。这跟我有关系吗？你总不会见死不救吧？蓉姐，哎，你别叫。那个，我让他回家去了。你让他怎么了？你让他回家了？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的贴身保姆了。
要再在我面前晃悠的话，立马出去。哎，知道自己住哪儿吗？知道，客房。客房。你现在是佣人，住工作间。今儿找地儿睡了吗？还在家睡啊？把我兄弟搞定了。这都不算事儿啊！谁讨厌啊？吵到你了，不好意思，我以为你在2楼听不见呢。我只是让你暂时住在这儿，请你不要消耗掉我对你那么最后一点点的耐心，好吗？不是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以为我每天早上给你打扫卫生，晚上可以稍微放松一下。你不要赶我走，对不起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哎，把手机给我拿来。别没收了。你要干嘛呀？您拨叫的用户手机不见了，下午还在的。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mobile you dial is cut off. Please try later. 你不会是下午回来换完衣服之后准备再出去我吧？您拨叫的用户是怎么了？没事。